好多謝大家各位同學啦，今日嘅參與啦，我哋都希望咧，藉住呢個活動咧，大家更加了解多啲咩係數碼安全啦、網絡安全啦，從而咧點樣用多啲數碼嘅產品啦、數碼嘅科技啦。咁啊，當然啦，我哋大家都知道呢個題目咧，其實好重要咁，但係重要得嚟咧，我哋又都要諗下點樣可以用一個最好玩又有趣嘅方法，可以講到俾啲同學聽咧。咁所以我哋就諗到呢個 IGV 創作比賽啦。咁一來咧，佢聽完之後，佢學完之後咧，要重新整合個概念，整翻條片出嚟咧，其實係加深咗佢個思考啦，同埋佢加深咗佢學習呢個題目嘅深度啦。啱啱睇到好多同學仔嘅短片啦，咁其實都見到佢哋嘅創意真係好豐富、好夠嘅。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活動啦，可以令到更加嘅同學仔係知道一啲防騙嘅意識，係啦，亦都可以運用到佢哋嘅創意。咁我希望呢一個咁樣嘅咁有意義嘅活動啦，可以將來都可以繼續搞落去啦。各位同學仔咧，嗰啲作品除咗好笑咧，其實好明顯好有心嘅。咁我覺得，如果香港有越來越多呢類型嘅作品咧，大家對於個安全嘅意識都會高好多。其實就算我自己啦，我都係因為啲片所以先知道原來 hashtag 可以咁樣用嘅。所以好多謝大家 ，thank you。好，再一次恭喜咁多位得獎嘅同學啦！咁我認為咧，即係拍片呢一個東西咧，最緊要咧就係創意。咁創意先行，咁技術咧可以之後再學。咁如果你對互聯網嘅工作咧都會有興趣嘅話，歡迎繼續支持我哋嘅項目㗎。發放俾你嘅朋友啦、老師啦、同學啦或者家人，希望佢哋更加了解咧咩嘅網絡安全啦，從而咧喺呢個即係數碼嘅年代咧更加安全去使用數碼嘅產品、數碼嘅科技。多謝晒大家。